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收看由七彩戏剧频道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1984年12月，上海文化局和上海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此次汇演汇集了来自京剧、粤剧、淮剧、评弹等各个戏曲曲艺剧种的众多优秀青年演员代表。他们在为期10天的活动当中，接受了来自专家和观众的评选。最终，沪剧演员毛善玉以观众选票最高分获得特等奖。关怀、赵志刚、徐俊等12位演员获得红花奖。作为一次盛况空前、万人瞩目的展演活动，此次汇演让当时更多的观众欣赏到了优秀青年演员们的出色表演。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曾经选取过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播出。那在今天，我们就将继续和大家一同回顾1984年的这次上海市青年演员汇演。哎呀，姐姐呀，这次小弟挖了孤人大事，一定要放得终身与小弟的呀。不能哄骗小弟呀。是姐姐呀，但是你要哄骗小弟天地良心哦！你这个嘞，天地良心要喊出来个子，快洗面哇！大别拿到手里。哎呀，姐姐呀，我今日为你挖布业，手上牵牵200年呀！想个就是黑位个。不应该当8号下去孤营了，有500两银子呀！上来刚嘛当8号还有500两的了。姐姐呀，眼睛闭闭，定定神，起个背，那胡子个当中，杀他一口呀！吹响一边木木一边两口，口里沾上胡子当中，杀他一口，不懂哪个一个称杀狗呢？仔细一口嘛，原来啊是一个白头鱼。天看起来那自家是硬呀，三的根子来他大，我的特两壁虎，不过本进了火会冰上的去，互相气下来一窍不通。那么个当8号杀的火孤人要是我当中的白头人这里向与民党讲叫俾你深深一掏心。
因为有句老古话叫万物土众生，万物土众灭。是一个人啊，在那两头背里向辰光分养出来，熬不过当中身上人工个不对。那么说一个人死脱之后装得来，你里讲来起来嘛，谁来推个不对？搿句嘛说实话噻。不过我是身上谁有个不对你有道理，因为不对上了一个人的面孔贴在当中。那么那个不对我家之后面嘛只不过个熬不过比例了，容易量得出来。搿对眼睛我的交关好不住的思想，但是眼睛我下了，点睛过去不点，点睛要把了身体通通我下去，再点睛那看上去这个有神的。他举出两翼神无相，两耳个三尖。冷酷分，不看是看原是黑，不为心里看不远。姑爷娘娘这张纸啊，我的最巧妙，就一张张开一张明龙，你马上去啊，这个掀开条缝，姑爷不是个纸里向好像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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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眼睛这种腔调。而不过我和纸后，我姑爷不是个身体衣裳打里勾勾出来，那么我衣裳叫到我额头的衣裳还来，用不到我面毛色了、羊毛色了、绒线色，再用不到这个。我姑爷不是两只脚全部什么姿势，但是我的手腕了，过去分大了一股，是不是挡空了呢？两只手拿拇指，姑爷不是个高子我的雷得好。哎呦，这个就是本事到有点的呢。想不人看下去下来了，松龟是也打下一个嘎子，用差两两下两两。他是活人立了海，第一层身体6层，坐了海呢，第一层身体4层。步了海，第一层身体2层，接力气15等3。你人不到个，我讲活得来这个哈嘞，哦哟，但有点的理解。其他米莫来，一直心不了。也是几杯。哟，他是上下并提两个神，一些有胡子两个人。哦哟，谁家都垮了嘿！一个龙女，一个寿才。那么这两个人合合之后呢，观音菩萨下头啊，打了就我这手哎，哇那半手里的18倍，啥个是为你？你都通过礼户，其名叫八宝礼的。这两么规矩，你活到观音菩萨，不管你立了了，还是收了了，我对个这手哎，百日都通过礼户。观音菩萨什么那个礼户浪讲，那有这个为事，那有个不把人服听，那不要我礼户啊，我打理我这说法，那么不这样的。这个观音菩萨熬那个说法里向，不会是个呀。我那手在合掌，
知后一里生出郎女手中风行兵姐姐你看小的画的真样啊！一口嘛，画是画得美哈。那么那边讲我吹响才是硬，才不懂个。今朝要背背来出题了。哟，哥哥，谁知不想我的好？喜好不应，地地进口是么？你这姐姐呀，你还聪明啊，还聪明啊！看不出大理啊，都是行家。这句话说的对个。现在我是我的美卡，可是分地精，所以马上这个眼睛不神的。的确，不过就像今这个地精这个江水地，我知道手在屋里向下过瘾了，这个地精考去，别把扎中的地。到不清了再起来，来了后又在各个高山上，眼睛结成，看太阳出来看实吃。等到太阳出来，两只眼睛盯那个太阳看，看得眼睛没得火了火，你眼睛胖一闭，两个地下人上来，嘎啦子就一吃，哈哒哒哒哒哒，吃到希望里。那老早大里就磨好，比牛么为要用名堂叫尖么，专门对眼睛怕用的，比手到里水里。大人眼睛成绩不长，能容人，深多口。有些人讲我们个对眼睛，安对了我那像观音菩萨的眼睛。哦，石头呀对了的，那么的眼睛张开，这个闭，那观音菩萨眼睛里汤，这来洗洗。本当观音菩萨眼睛不容这个喷着了，不然烫一点这个砰，杀伤的我出来的啊！地下只给表的一表过那个相对了，能够3米，啥叫能够3米？你皮带带的口，这个比带你了吗？你知道有些的带的口里还带你了吗？你知道早些的带的口里还带你了吗？叫能够3米，啥个道理不能够4米？不来个，啥天来3个一种女同志，早知高龄的领队时间够讲的棒棒啊，还他一个的。哎，有的有人害人了，阿姐，弄啥地方去啊？是我啊，不来个的呀，嘿嘿。当然在秋江妈妈今朝地精这个家里的马虎地，各种地精来看不见。哎呀，姐姐呀，哟，哥哥，小弟们要地精了。小妹请讲。要一个谁的是一个地精杯。马正观音菩萨的眼睛里，汤，哎，谁都不能打手嘴比啊！不过马上去打美神，那手在摸，水儿个青龙女恰不依，我怕雨西林。龙女个戴眼睛滴得交关花苗，三个戴个手在，那种迷眼的个，哎呀，姐姐，你看小的画的可好嘛？哦，啥叫啊哈叫，啥叫灵？干嘛阿爷再理一啥呢？不来个，个东北话还再理个？
上哪子里有骨头，轻得不4两重的在。啊，哥哥。啊，姐姐。想你话的怎样？为何？啊，为何？我的崔香妈妈看起头来。啥个？我这两背后是我的为何？为何？没个为何？一个年代没本领没个了，猴子起来。你弄一个得大的臭背，起个背头，啊，年代没本领想，一揪，搿点没个统统丢了个背头上。袋子上像一辈子个铁螺丝，背往从杯子里烫进下去，再拎出来，那么出事。这个背头像沐浴似的，个发子破个头呀！拿着臂膊上去过那个台骨了，下头就是个副孤影的像，一面打里刚长，一面上头个么滴哩哒啦，滴哩哒啦，晒了浪滴下来。哎呀呀，姐姐呀！放在一道写的话题模样，你就福德终身。而今孤影话好了，姐姐要福德终身了啊！哦，像我屁屁那个呀！你在当真的来海呀？跟我话是孤影啊，我哈个在。哎，哥哥，想方听熟悉，乃知出至今，福托终身不必。好，谁指出来姐姐不得终身了呀？是啊，不是哥哥，哎，不好，你看孤影上面没接灵没接灵哩。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姐姐啊，都是你的不好呀！谁让你不得终身啊？谁叫你不得终身？这副孤影我要来好用啊！哎，我不好，恨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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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被拿起来，怎样上头会、下头会、左面会、右面会，水里有什么？孤影不是个面孔浪向里发坏的。当时孤影娘娘的面孔浪向杀他，坏死一天妹妹。本人可接不动，那个观音菩萨让牙齿痛，面孔上贴个狗皮膏药了还。别说大个一点没，小个一点点没这样动。那龙子一点点面孔上才是没劲了。本人可咋样弄不明白？那个观音菩萨和别个观音菩萨两样，面孔上生才是巧子白哇啊！哥们，你这个上头会下头会啥个名堂？啥个名堂？本事！搞得那个身上身上的有拍么三十，我也不得了。高头几个人磨好子个么，照着盒子上烫一菜，那么拿一只杯，拿菜了盒子上像个点门，太阳公一发火，这个名堂就叫拍么三十。那人身上十分本事当中，或者老风不得了，已经拉下那个吹响的。哎，公公，这笔水后是好你接着，哎呀，姐姐不烦啊，小弟们还能收上的。啥个？哦，他的这样一套都为何给个了？有公公，当真么？当真呐！有亏是谁上？哎，要你姐姐付出了终身，我再能收上。哎，谁让他俩付出终身？当真吗？是。可是，不能哄骗小弟呀。哎，是。他说你这样哄骗小弟呀？真讲你天天养心啊！那一来着你，亏是谁上？哇！大被重新拿起来，根本那该发你为了上头个谋杀，我天上像远。我那一仙人好否定？那云里云个云为云个云在云，云他云。云国之中画一只空的身，他一出毛的去中间，云头当中画一只空白人，他细瞧这样子东西，纸里像一出菩提之梦，画得了清清爽爽。有下笔你，这下笔嘛，姐姐呀，用笔几句成了谁？我那不得个黑
水水拉起三年半夜，自作临水人地下，佛作佛水岂能我的蛤蟆，哎哦，崔香口等哎，他们脱口而出，有够不够？我的怎样？可是我的蛤蟆啊！我故意接受倾听我打。对面我只24岁，倒是个精致崇分造型。你怎么讲个面孔标志？今朝我可能我弄随便让要打开的，金子鱼，上对阿妹娘王盖。平常人讲搿只王盖有个佣人口号，挨2年个老佣人死翘到皇台去，什么眼都海无不哈啦，谁出身来反正到流浪一口出事，死翘铁将军部门。要进去人家这个狼女过来拿个手，哗，空特门推开，里向上有不等人了，谁是恶说起，过来拿手枪打一打开，外头有光线射进来，屌妹老早去，这对面房间空关了，还要3个。本道路不多，我只24岁，君子从分早些个。今朝个对面小娟搞得同姑娘一个里大不是哦。今朝没少客气，清爽爽，彻底这里一只随便落到在这的搞。苏招台浪向玉米金子，搿从前5百玻璃金，侪是青铜金。而且考据外头侪是水花的套子，上头凤抽帽的，金子拿到手里，身体上面是没，拿外头的套子，气一气脱，拿块卷头出来，少天啊，你金子上有分用的，让我来擦擦干净，抓起来好清爽点。屌妹，要吃青豆子嘛，老爱抢水的那不晓得，这出来台湾不会台湾的罗大去你屌这面孔蛮等样，蛮这面孔啊蛮标致，老个话，龙呀龙，凤呀凤，十样儿子脚别动大姑娘。你自家打算用到底呢？今朝么我不一口不来，到来。我又要死快了那为的那个你长面孔也要破啊？少年，来出来干的呀？我要死快，这头面面孔啥然后学出来啊？对面前头不来，来脱了个后头大姑娘忙着挨面口，光线啊，戳不大我要去那个啥，那对面不来，来当闺蜜来了我呢？你要死快的，你听见吧？人哈就要好少人小女呀，你出来呀？要死快！耍个后头没人啊！哎呀，没人嘛，这个耍人啊！
大姑娘不要去过里哦，晓得了，自家管自家看，有的不要去过里多看门子一下，不要慌，思想不要开小差，哦。眼都过人啊！少个要死光人，到处有的还有人，小谁是你自家？哎呀，好个嘞！你这面孔上生得人家副腔调的，屌妹啊！更多的人家负负责任的呀！我这个人多了人家个开心啊！那叫我哪弄法？更多人都要唱过个来问的啊！大姑娘啊！上生得人家难看，怪不得平常人刮目了还，总归有点吹牛不来哦。跟我想本人总也有个咯，哦哟哟，本人的眉毛生得微微嫩。这农民眼睛上大要破啊！我当时干个重要兵，上了多天当中，路里下的一个老天门的两个谁相拥？晓得了，吱吱摸什么情况？怪不得平常人光推举起来不到水一个人哟！哎呦呦，哎呦呦！俺刚叫你懂，俺不冲，给你们有八家，为你拉的风，不成啊自相雇佣。咱农民苦多了地老师，你不要出计哇！那么我就想一对，去你要里，我到娘女屋里把你去，我不拉管理家，短短西
眼灯观人与威风。哦，可是啊，谁来看那个杂吹面孔？怪不得小爷要这样生我，但是我。女想18岁讨高小讨到今朝分讨郎，个每年让不去做他计划的了。去年还是少年打我这么年，会找我们去相亲，根本我说没好，你去呢？我到部门落家相亲去，送子教子道理都听了。多天当中，小姐妹好，送我说出来，家中一生爱相公，那面孔长得凶凶，上午起身还得灵山动，那味道来是破面容哦。咋吹面孔？要喜欢的姑娘爱抢死的那种白讲的，那么搞笑跑不啦？你家门要路中，我掉麦，不管我耍子，那人到清明，清的不门肚子好，吃西北风。糯米金子擦浪早尽到此结束。哎呀，大事！宋子娘娘。不该因王于死悲一片心，想你宋子是么应当宋当娘为吧，不该把那父亲的婴儿去了送神。口碗里我是刚吃娘胎，李是某君将杨某当亲生，我们人都把人家记下，是他买来的孩儿能热几分分，失落2分年。但也经这样的疾风，叫儿后的口用生。今日里我才退师中医，神娘大爱门，哪想见了娘亲娘不认，他心日铁冷是冰，贫富不的国弱人，竟把亲儿当走了门楼神。呀，大人，难道你今日听日的欣赏我？这两句话沙沙句句，在刺了3、4他心了。反怪儿子也有我娘，不过想儿子啊，我今朝夫人来，我回来
去才是为之内呀。头皮，搿只家打出松子孤影的门开门，哪说得罪？对不住来对儿子妈妈，儿子啊，今天我把你亲儿身。我自家哭出声音，气个只水呕了这张纸，忙正里向。听见有的有声音，他就生气一口。哎呀，这口就自家娘起手，二妹子指忙正里向让他奔进去。哎呀，刚刚搿两句闲话我闻了太重子，娘了老动气走。是问雨落拍神色边，我不该迟疑，冒犯我娘亲。我今再该娘亲去，西青在半下心，怎样分娘亲？你不认孩儿为后因，生不到娘亲，绝不归家州，我为怕一死在门。立起身来跟拉回的，实在到云旁跟随，可自家娘进云旁，旁门一关，咕咚一手，那么就在不多。那个娘里的亲生儿子，为了别人。不过又在这一想，今朝娘夫肯认得我儿子，背于你的口中，根本我都要听听看到底为的啥。是人过来马正边浪向一手么这儿心听谁是他？奔进云房，我云房们帮一关，咕咚一手，昨日这个李福来也哭出来着，可能不能商量，这大脚子拉向个都也来商量，但是进了你我的儿。他回来了呀！思念今日水落成，海边人来门魂。
会跟。今日你那赢得我儿来生母，母子都是应该是媳妇分。这里母子大队是靠我的事体，我哪靠我得去？我是吃靠人，我哪和人儿子哦？今朝说把亲儿人，为这为是吃家人，不得离红绳，不得育儿生能，万法内用真得生。我说不生他们，今朝不把亲儿人，他们新娘得的大门，生不大娘亲也苦头问。今朝你知道为得屋大里的人我娘，假使我不听你的说，李飞也哭死他个。我说生他们，今朝说把你亲儿生。生人也开情，你狗的儿子跟风，面目激情灵，死傻子把人家一见看不起，将来晓得呢，儿子欧大里下四个死傻子，可是清零6、9才不回来睬呢，公明两自家里翻起手里。一口门，谁口子我一口子吧。大姨，今啦，你我的儿他来了，他来生娘了。我生育不是，不人育不是，家贫你失之内后，你与我出口军机吧？你为什么不开口呀？呀，今啦。外头的牛仔听得清清爽爽。好，我娘不肯认我儿子，回来回去为子我的责任啊！哎呀，这你的娘娘，觉得现在娘儿子两家头能够等那一代，你管你啥个责任不责任？你管不人家外头讲啥个闲话？啊，是我大娘刚刚清爽，打上来。母爷，开门啊！开门啊！哎呀，牛仔声音完，刚才我哭了一声闲话，不知阿不里听见，也就眼里靠一靠过，走过来。哟，未必哪一个？母爷，为什么为几句妖精话儿要告别母爷？开门啊！我才比那不能开，我才比那不能开。哟，金有公，今日里比你举兵伏法，你与我们隔日再讲吧。不肯开我，一想女来，母爷，既然如此，你身子保重，为什要告辞了？你也去咋？我还不被法律之内，学子们，士兵日不有送了。为甚走了？是我身体人群马正逼了，一时。谁是他那听？
一定是忍不着啊，气着啊，那是今朝分开子，母子父子几时再能够把对？让我们开开来，再口一口，哪怕再口口的背影，还是好的。手牵动动门手起他们，啊！牛仔这么叫说品，等到那门一开，给大家瘫哭到里下，啊，母亲！谁是他听见母亲两字喊出声来哦？哟，你是谁家的儿？母亲，你母亲，自己是爱的，我是出家人啊！谁是他还混他着？现在里向我一定脚趾了黑了我，可是娘睡特你，所以忙这里向啊啦啦啦啦！牛仔那口放松，妖精10根跟进来，进内院往抬头一口，相对老向一定脚趾。母亲，这是什么？他是神，神为要骗我吗？搿张面孔打自家生得一般无头浪向，虽然精身浪向安个落海清，水里向把手指收拾肉心定，不是老娘搞是啥人？母亲，他不是神，他不是神是什么？他不是神，乃是真。哎，他不是金龟神。没哈金龟神也出来了，那为不是我个娘？那么牛仔不来怕里应我，双膝跪下，哎呀！娘啊！我们新娘得的大爱们，好比满天远风。少情，求娘亲恩，快把孩儿送进母子的月，永不分。后山心灵双手一托，母亲娘啊，这是爹爹的义务与心灵，为你母亲亲笔手递的血誓。娘啊，你是神了，孩儿一记血誓。这个两娘们哪别伤心？可些辰光我云房菜子拿来养下来打看，辣后山浪向第一个水血誓，就是波妈呢将来儿子肚子之后，下命施居欧大人娘。今朝呢儿子来认我娘子，我哪吓人呢？我儿子呢也害你一世的呀。头皮白白出头嘛，哟，舅公，快快请起。你为了这样家女啊，母亲，哎呀娘啊！我们看看深深把娘亲
叫你们以后为把我记有称。求娘亲恩，不必等顾虑。你怕什么？生意口啊为呀锁门的，你怕什么？王法没用谁来领？你怕什么？爱当神娘要都送太后的好人生。我年口喜就高过不要，我绝不女走狗富裕娘亲的不下身。母亲娘啊，你是生了孩儿吧？谁是他听见你讲个两三我们相对的？你是我儿子，我杀了不能忍，我心有走。一个人不行有走一时句，对得天人都是那个万法不行，昔日勾虑把乌云双手将儿扶的又在母亲大人娘到此结束。从上面的演出中，我们不难看到，通过汇演的形式，不仅激发了青年演员们的积极性，更检阅了他们的戏曲功底和艺术素养。而这群来自各个剧团的青年们，也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向观众朋友展现了秉承传统、立足创新的精神风貌。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此次汇演的精彩内容。希望大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者是写信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